哎，你别闹了，干什么呀？干什么呀，老板？别闹了，好不好？这谁呀？这是算了吧。啊！这老家伙正造假币呢。谁造假搞科研呢？别动，站好了。啊，你还搞科研？什么呀？别动。把这砸了！哎，别砸呀！别砸呀！哎呀，搞科学的！哎呀，搞科学的！哎呀，搞科学的！我的心血全完了，我几个月的心血全完了。我以后怎么办呢？重新准备一套沙老用的东西。明天我们换个地方，这里待不了了。我们的仇人上门了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把阿珍、阿龙给我叫回来。是。你什么都，我的心血全完了。怎么办呢？来了，够晚的呀，上楼吧。哦，伯父，晚安。哎，你不怕我跑了？还跑？你要是不靠我，我就不跑。靠吧，那不靠你。饿吗？有一点。那我去给你拿点吃的。那一夜我过得很快乐，虽然在案件最艰难的时刻，虽然我暂时还没有和处长联系上，但是因为有他在我身边，心里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踏实的感觉。对于明天将要到来的，我充满了信心。气死我了！
你没事吧？不，你没事吧？你爸当了一辈子兵，还怕这个？你们快走吧！你们走了，我来报警。爸，你小心啊！伯父，我们先走了。哎，然然，这几天就别回来了哈。知道了。到底要去哪儿？找个安全的地儿。安全？这城市没有安全的地方。我不走了，我走不动了。让他们来吧，大不了是一死，跟他们拼了。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，就是找个安全地儿躲起来，这样才能把事情解决。你要相信我，更要相信你自己。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事。我有个好朋友，是市长的女儿，她那儿应该很安全。去他那儿。快，把枪收起来。走。走。对啊。哎，安然，进来。等我一下。哎。我正在打一份合同，等我一下啊。这是不是那个换钱的小子啊？对，他是我朋友，你帮个忙，让他在这儿待2天，不要告诉别人。没问题啊，在这儿待着吧。安然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刚签了一份合同，真的特别棒哎，恭喜你。菲儿，看好他，不要让他出去哦。啊，正走，有人找。哎，马上来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去送一份那个报纸。谁呀你？好好带卡啊。他说什么呢？别理他。我先出去了。干嘛去？工作。你在这儿好好待着，不会有人来的，很安全啊。别冲动，师姐。对，我是黄娟。程处长和你联络不上，特地派我来保护你。说，为什么不联络？我没机会和他联络，现在证人在我手里，但是不能交给你们。我计划和他3天破案，完了以后我自己向处长去交代。你根本无法交代，你已经违反纪律了。你仅仅是因为他不敢面对警方，难道你自己就没有杂念？小姑娘，你太年轻了，你这简直是在毁自己。好，我马上见处长。他每天都按时等你，尽管你没来，他很担心你。我这就去通知他。哦，对了，你要做好思想准备，你肯定会挨骂的，我了解他。
有没有受伤？处长，我又让您失望。好了，多的不说。黄娟已经告诉我了，她会继续保护你，以后跟她联络就可以了。情况怎么样？这是昨晚我在周美玲别墅找到的，他们在利用一个懂行的老人制造新假币，这就是样品。懂行的老人，沙坤。李天华说过，这下麻烦大了。验钞机刚刚生产出来，如果他们批量生产的话，它的危害性远远超过那几千万。我试过了，处长，可以通过验钞机，您赶紧想办法吧。这事儿交给我。我现在正在查找宝龙公司3号码头的货物去向。你了解他们的情况？他们的目的地会不会就是你说的那个深仓啊？不会，新老板熊叔很狡猾，他不会为了这点盐油轻易暴露深仓。我觉得他是在转移您的视线。我倒可以给您提供一个人，他也许可以帮助您。李永顺。您怎么知道，处长？他到底是谁？好了，最后一个问题，江少威现在在哪？处长，我想先不回答您这个问题，3天以后我把他带回来，行吗？你是个警察，他是否冤枉，应该由警方来判定，而且他还是个通缉犯。可我也是为了尽快破案嘛。他现在无法直接面对警方，你应该相信我。邵警人，你的老毛病一点都没改。我告诉你，你不服从命令，擅自行事，是要受到处分。如果处分可以换来这个城市的宁静，那我愿意。你是信守诺言，还是要陷入男女情感？不用您提醒我，处长，我知道自己是个警察。你先走吧，有事跟黄娟联系。